嚟到天台先真正感受到個單位昇華所在啊！而最正嘅就係呢個景觀啦，我哋出到嚟陽台望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李家國 Cindy， 歡迎收睇盈盈睇樓團。今日繼續帶大家嚟睇豪宅系列北都豪宅高爾夫怡苑。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1587尺連天台嘅4房雙套特色單位，整個單位都用咗一個英倫風嘅設計，我哋一齊嚟睇下。我哋再嚟睇下客飯廳嘅位置，整體成一個大橫廳嘅設計，可以好好咁樣區分客飯廳嘅部分。喺飯廳位置大約可以放到6至8人嘅餐桌，而最正嘅就係呢個景觀啦。我哋出到嚟陽台望下，可以270度俯瞰整個高爾夫球場嘅景觀。喺走廊位都善用咗啲空間嚟做一個層櫃嘅收納，而且仲有咖啡機。再穿過嚟咧就係到緊廚房嘅位置啦，兩邊都係一啲儲物嘅空間。而且仲擁有豪宅標配嘅紅酒櫃、3面嘅明火爐頭，再入到嚟就係工人套房嘅位置。呢間細房空間可以用嚟做客房或者書房，旁邊做咗3段式乾濕分離嘅客廁。喺客飯廳嘅呢一側會有2個客房，空間可以簡單放到單人床以及衣櫃，非常方正實用。而另外呢一間咧就係套房嘅設計。呢個房間非常之舒服，適合做長輩間，因為佢有2邊窗戶，可以好好咁樣做到南北對流。而呢個邊嘅景觀咧就同客廳同一方向。嚟到主人房嘅部分，超寬闊嘅空間可以好輕鬆咁樣做到3邊落床，而另外靠近牆身嘅位置可以打造一啲到頂嘅衣櫃，作為一個小型嘅衣帽間。而最震撼嘅當然就係呢邊景觀啦，同客飯廳一樣有一個超大嘅橫切面。過嚟露台方面，望到去樓下一樣劏房同向高爾夫球場嘅景觀非常開揚。主人套廁乾濕分離，而且仲帶有浴缸、名廁同埋仲有雙洗手盤添。嚟到天台先真正感受到個單位昇華所在啊！呢邊有一個超長嘅泳池，可以俾老闆你放鬆暢泳。喺我左手邊嘅景觀係望返去北區城市以及高爾夫球場嘅景，而右手邊一帶就係北望神州嘅景觀，都可以一覽無遺。可以喺一個咁高氧嘅環境度生活，真係非常之心曠神怡啊！而天台部分咧，亦都劃分咗一部分嘅區域可以攞嚟做 BBQ 派對。如果大家想了解呢邊更多嘅話咧，可以揾我哋加個 Cindy 去了解詳情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